大家好，我係中雙宜居設計聯合創辦人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點樣實踐居家安老。我哋嘅願景係打造長者能夠自理、家人放心嘅生活空間。我哋曾經甚至試過將10平方尺內嘅迷你浴室改造，創造出輪椅出入道嘅空間。之前同理工大學合作嘅智能院舍項目，加上顏色分區引導認知障礙長者自主活動，有效用科技賦能將設計化於無形，將尊嚴融入細節。而我哋嘅使命係用設計解決照顧難度，令適老化改造唔再係冷冰冰嘅醫療工程。最近有個案，我哋重新規劃單位生活動線，再加上遠程監護系統，成功解放家人護理時間。我哋累積咗15年設計經驗，加上治療師、護理員、工團隊等跨專業團隊協作模式，令我哋可以全方位無死角嘅幫長者優化屋企。最後，我哋嘅價值可以延續家族成長地嘅回憶，同時我哋可以將醫護護理需要同家居舒適溫暖感覺合二為一。各位朋友，適老化設計唔係單純加裝扶手咁簡單，而係對生命規律嘅尊重，對家人嘅守護。我始終相信，當銀髮浪潮來襲，我哋可以用專業令每個家庭從容應對。大家好，我係 Jones， 嚟緊我哋會繼續分享唔同故事，俾大家了解更多如何可以做到居家安老。期待同你咁一齊打造更有尊嚴嘅晚年藍圖。